我收到啲嘢，係要開箱。我哋之前呢就有交俾我啦，原來係邀請我去香港嘅靈魂月刊揾咗去幫佢哋寫呢一期嘅呢個專欄啦。收到啦！我收到嘅時候，我已經忍唔住直接拆咗。見唔見到啊？喺呢度，我係講咗好多我冇分享過嘅經歷，我俾自己嘅文字拯救咗。呢個禮拜六發生咗啲事情啦，好多以前嘅創傷全部被觸發咗啦。我哋都自己寫話，我承認我嘅脆弱，我接納我仲有修復之中，我選擇喺愛裏面對自己誠實。愛唔係尋找一個人嚟到填補我嘅空洞，真正嘅愛會邀請你成為更完整你。愛係自由嘅，唔係控制。愛係看見嘅，愛從來都唔係嚟拯救你，而係嚟驗證你。我都冇諗過我自己會俾自己嘅文字拯救，呢個都係一個特別嘅。我記得我寫呢篇嘅時候呢，超級緊張，第一次要寫專欄或者去俾一本月刊喎，緊張點算啊？寫咗個框架啦，跟住再慢慢寫內文啦，跟住見到全篇文響呢度本嘢度出嚟嘅時候，我都覺得好開心啊！多謝小胡兩木嘅邀請，亦都多謝你哋創造呢一部靈魂月刊。靈魂月刊已經可以訂購噶啦，無論係電子版定實體版都可以透過 Soulvolution 去訂購。如果大家想睇關於更多我故事或者關於愛人與自愛呢個 topic 嘅更多內容啦，記得去訂購啦，買啦！快速帶大家揭一次本嘢，同時會有一個 CD， 仲有一個小卡係透明嘅本書啦，會有個目錄啦，release 晒佢每一個主題，記得去多啲支持佢哋嘅官網，我應該會擺喺 description，IG 嗰邊 description。即刻去買第3期 Soulvolution 嘅月刊啦！記得 follow 我同 Soulvolution 睇更加多身心靈嘅相關資訊。拜拜。